议员沈佳宏表示，针对溪北地区，目前还有70岁以上的长者，到今还未接到疫苗接种的通知，怀疑是毋是系统出了问题。对此，卫生局长表示，对手的10日开始，所有接种的民众拢是以中央系统为主。如果名册中还未注册的民众，嘛会自动转入去系统内底，方便通知。明明应该轮到他被通知了，却不被通知的问题。好，也希望说，我们明天开始也有加码2场在我们新体育场嘛，我有看到，那是以唐凤的平台所预约的为主吗？有开放民众预约嘛？因为我看预约的那个比例好像没有满额嘛。对，跟议员报告好，从今天开始的都是以我们中央的大家所谓的唐凤系统了，因为他要预约才有疫苗来，但是我们也是努力把一些原来65岁以上，把他们还没施打到的转到这个系统去，但是还有少部分他也不愿意，可能还没办法被通知的，好像非常少部分的我们也在协助，在这1-2个场次协助他们施打，但是因为这1-2个场次是 AZ 的，有些长者他如果不愿意打的话，可能就要再等一下。目前地方的疫苗注射主要以 AZ 为主，另外议员针对日前 AZ 疫苗注射了后死亡的案例，请市府说明。局长表示，目前台南总共有22例注射以后死亡的案例。经过调查，基本上甲疫苗无直接的关系，拢是甲年纪以及慢性疾病所引起。目前台南市有约 AZ 疫苗接种的嘛，将近7万人。那么多的案例是打完之后有死亡的案例，这到底我们有没有去统合这些死亡是因为什么病因来造成？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一些可能高风险的人来注射其他疫苗？22件有部分的经过我们的鉴定之后，其实都跟疫苗没有直接关系了。都跟疫苗。但是第一个是因为第一波施打对象年纪比较大，年长者本来心肺功能就比较差，所以有一些状况，我想也未必是跟疫苗关系。但是因为在第一波施打就有一些状况，所以有一些长者会被讯息而影响到，会害怕。但是我觉得这一些讯息应该是我们都有一直在讲，让大家知道了，可能是因为可能每一案例都希望说可以让布达给大家知道，是不是因为打疫苗，可能恰好他的身体状况本来就有什么问题来导致的啦，让一些长辈，因为我看那个 AZ 预约平台上面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啦。不会，因为目前台南市要打 AZ 的好，就纯粹打 AZ 这一波有快7万人，有快7万人，快7万人，对，也是不错。希望可以再踊跃一点。是，那因为大家还是会比较相信。疫情期间，针对幼儿园的恢复上课。有真侪家长因为必须要上班，将小朋友送到幼儿园，实际甲学校统计的人数，对原先的7%，到今增加到10%。市府规定，一个班级上侪会当容纳4个学生。另外，幼儿园的成本增加部分，议员嘛呼吁，除了中央补助以外，希望市府这边嘛用提供更较侪帮助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